天，牧师陪你读圣经。今日是1月18。士师記1章27節到36節。瑪拿西人無趕出百姓塔納到尼以別勒以基督甲這個城附近莊稼的主民。迦南人堅持繼續住佇這個所在。以色列人強盛的時，就予迦南人做苦工，無全部甲伊趕出去。伊發現無甲住佇基色的迦南人趕出去，迦南人繼續甲伊住佇基色。西布倫人無甲住佇基倫甲拿哈勒的人趕出去，迦南人繼續甲伊做伙住，做苦工。亞設人無趕出亞基、西頓、亞赫勒、亞吉希、烏伯、亞弗結甲利合的主民。亞設人甲迦南人做伙住，無甲伊趕出去，然後他哩無趕出並色的甲並亞那的主民。因甲迄所在的迦南人做伙住，閣並示威甲並亞那的主民，攏為伊做苦工。亞摩利人強兵，但的人住佇山區，不准因落去平原。亞摩利人繼續住佇以連書山、亞雅甲沙美。約瑟家強盛的時，就予因做苦工。亞摩利人的地界對亞拉克、並山楣到西南北邊。上帝主民進入迦南地，並無趕出，也會影響到因生命對境，反倒轉家己後來，因為因會通也做苦工。